喺舞台及製作藝術學院提供嘅精研職業訓練證書課程，以1年全日制形式提供舞台技術及管理、燈光技術、音效技術、服裝製作、道具製作及配景以上呢5個主修科目俾學生選擇其一。而喺每個主修科目入面，學生除咗可以了解基礎入門知識之外，亦有更多唔同嘅單元由專業導師指導技能。例如舞台技術及管理課程，除咗針對舞台及項目管理外，仲有教授舞台技術效果、佈景製作嘅技巧。燈光技術同音效技術2個課程，包含電機與視訊嘅基本知識、電腦編程、相應工作台嘅理論同應用。服裝製作課程會涵蓋埋舞台化妝、設計入門、染布同做舞嘅工藝，而道具製作同配景課程就會學習運用多元化嘅物料同各種機器去製作道具同多種配景嘅技巧。而後台嘅安全守則同急救證書課程就係每科嘅必修項目。想知更多，可以到以下網站詳細了解課程資訊。